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啊。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八田羽衣技师过身83周年追思纪念会，8号下晡伫乌山头水库举行。总统赖清德亲临主席，市长黄伟哲甲八田羽衣的大汉孙八田修一等家族的成员，以及侪侪贵宾，拢到场参与追思活动。共同感念八田羽衣守护嘉南平原甲农业的贡献。
八田鱼伊技师过身83周年追思纪念会，8日伫乌山头水库来举行，热情着为过去担任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到现在总统，连续10个档出席追思纪念会，表达台湾人民对着八田鱼的感谢。今年虽然是第83年的纪念活动，我们对八田鱼技师的感恩，没有因为时间拉长。感恩就变少，以今年台日总共有500多人出席来看，表示我们对八田鱼技师的感念，时间越久，我们越是感激。市长委特表示，八田技师建造乌山头水库水，不只灌溉广大农产品，也灌溉了台日之间友谊。王委特也提出八田岁月纪念米，要来送给现场日本朋友，希望这一代友谊会当延续到后一代。它的水库灌溉出来的农业以及农产品，也要让更多这一代的友谊能够延续到下一代。这个米，我相信也致赠给今天莅临的所有台湾跟日本的贵宾。八田鱼的子孙八田秀一表示，感谢罗总统为担任市长任内，至今已经连续10个档参加追思会，让伊非常的感动。龙水树表示，嘉南大圳甲乌山头水库工程，伫咧1930年完工启用后，成功将原本贫瘠嘉南平原转变为丰饶土地，为农民带来生计改善，也促进了农业、商业、工业，甚至是科技的发展。深远影响了台湾现代化进程。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议会定期会。议员尹爱达理伫去年10月，就针对市府准备要建议防灾细胞感染真关心，结果到今水利局拢无实际作为，让议员相当的不满。不过，水利局表示，其实这项系统已经申请甲消防局合作。有针对林地甲影响5个容易淹水的小区域来做示范。面对极端气候，市府除了持续推动治水，如何让市民伫第一时间掌握积水淹水状况，提供灾害应变能力，嘛开发水情即时通 App。目前已经有12万外下载人次，嘛借此加强社区自主防灾能力。不过，面对雨期伫要到，议员尹爱达理进一步要求建议细胞感染的发送议案，因为对去年到今水利局拢无进度，让议员相当不满。去年2024年的10月9号，你水利局业务询答，你答应的事情，到现在5月9号。6个月，你有告诉我任何事情吗？像里长啊，或者是说比较重要防灾干部自主社区的部分，大概都会有简讯来发布啦，让这些人员能够。我刚刚问黄科长回答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可不可以把你们这个行为解释成你们根本毫无进度？这个我们在改进的。第一时间，因为科长无掌握问题答复，让议员认定水利局无重视该案。对此，局长嘛坦诚疏失，表达1个月内会做出回应。不过会后，水利局表示，该细胞感染系统已经甲消防局合作，会针对林地甲影响5个容易淹水的小区域来试办，避免大规模发送，会引发无必要的恐慌。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运河明年就要迎接开通100周年。议员沈振东针对改善宽河街运河段议题以及研发桥墩的破损，要求市府相关单位一定要赶紧修补，提升水路的观光。同时，请工务局甲水利局唔通互相推卸责任。根据历史记录，安平区的台南运河伫1926年通航，明年就将开通100周年。市府除了招商引进民间投资兴建码头，来串联安平甲中西区的旧社区，提升水陆观光游艇。不过，议员沈振东关心的是，除了受大漏水影响，黄河街运河段议题需要改善，包括沿海桥墩受串根影响，严重破损的情形，拢需要尽速修补。不过，不满后题到底是谁负责？
质疑公务甲水利两局互相推卸责任。明明确确就是水利局的，但是水利局明明确确的就是要丢给公务局来做。我们的水质改善了之后，整体桥体、桥墩都应该整体被改善，这样子运河在被游河的过程当中，未来临安桥现在临安桥去打，就是把它江管，就是因为让整个环河是可以被预见的，但是预见了之后就预见这个东西了。你乐见吗？如果是水利局要做的，水利局不会推的，就这样子。你是一直说水利局不会推，所以水利局现在就是说你与其这样说，你干脆说没经费。会中水利局长区中川回应，该案始祖是市府内部需要沟通联系，强调只要是水利局负责，一定袂推卸责任。咱来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庆祝母亲节，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协会特别举办感恩音乐响宴，邀请混账综艺团带来演出。会长林玉珍表示，因为家己也请养新疆的囡仔，所以希望透过混账综艺团的演出，甲生命故事带来鼓励。演奏一首好心情开场，混账乐团的每一位表演者拢有无同的身体障碍。这摆伫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业协会的邀请之下，伫母亲节庆祝活动来演出。有肢体障碍、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生了一个脑性麻痹的儿子，所以我感同身受。所以我看到他们这种残而不会的精神，很令我敬佩。现场大荧幕当中，保护会长请伫36档的老妈后生，作为母亲的感受加深，因此希望借由混账乐团的生命故事，互更较侪新疆家庭鼓励，更关键15万户乐团，社会局相当肯定。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协会这边的一个大力的鼎力的支持呢，让我们呢各项的业务都能够很顺利的推动，那非常的感谢。那也是一样，好，在母亲节的前夕呢，要祝福各位的母亲。精彩表演节目结束了后，也个表扬寄出的模范母亲温馨个努力。协会成立以来，集合各界优秀会员，同心公益的同时，佮举办课程，陪伴妇女朋友成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位伫台南后火车站38楼的景观餐厅，今年5月份由资深的中餐主厨考中现领军提出全新的菜单，以清代宫廷料理、八宝乌罗鸭等真济道菜作为宴席的经典菜色，是南台湾真少见到的好滋味。五星级饭店即届推出的新菜单。由着资深的中餐主厨许宗贤亲自来设计，甲嚟监制，将本身30外档对着江浙、本帮、甲嚟粤式、四川的口味，融入去即届的新菜单，包括火山石锅八三鲜、豆腐烧黄鱼、鲍鱼红烧肉、杨杜郡南靖风鸡丁，拢是真费工甲嚟重工法。其中清朝的宫廷料理八宝葫芦鸭，因为爱去骨。经过炒、煎、加点吹，相当的费时。因为我们上江浙菜，它就是比较注重一些就是比较刀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把它做的比较精致化。要不然的就是就骨头香酥要做一做，就是整只拍一拍、蒸一蒸，然后下去炸。可是我们江浙是比较精致，会不会在那个里面就是把它骨头就去那个骨也是很麻烦的。可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菜系的特色，去骨完之后，我们再切那个把一些干贝丝啊、猪肚啊、白果啊在里面，再把那料再炒过，炒过的时候再把那些料再塞进那个鸭子里面，那过程很繁复啊。然后塞完之后再去炸过，再去蒸，所以这道菜它完成最少要3-4个小时啊。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它吃它里面那个料，它还可以含那个鸭子的香气在里面。葫芦就是在以前就是一个很福气的象征嘛，所以我们它本来是这样，就在中间来绑成，就是类似葫芦状，就是有一个比较福气的那个感觉。不管是晚会炖甲煮、打烧，甲伫红烧顶功夫，对着主厨来讲，一点嘛无困难。这间饭店推出新的菜单，以着南台湾的食材来入菜，除了提供单点的佳肴，另外伫个5月份感恩的季节，每礼拜还阁推出一道功夫菜，提供民众来食青，而且还阁有4折到7折不定的优惠。师傅许忠贤主厨在近期推出了全新的菜色，那由清炒的宫廷料理老上海瑶柱葫芦鸭，一直到龙汇江浙菜的本味，以及上海本帮菜的料理，还有南台湾的一些食材陆菜。那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丰盛的单点佳肴，让大家来品尝。那这些菜色每一道菜都融入了传统的技艺，以及以现代中餐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的食客套家，在品尝这些菜色的时候，也可以细细的体会这中间的每一道菜它的文化的故事，以及一个传承的一个亮点哦。那为了迎接这个5月份我们的新菜上市哦，在5月的这段期间，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精选许师傅的4道料理来作为折扣，然后迎宾的一个回馈。除了折扣优惠，另外伫个炎热的热天，业者还提供无酒精的饮品、特调的饮品，总共4款结合台湾茶甲着在地水果创意风味，每一礼拜来小轮替，以及江南的经典台条腰果店盘手礼，数量有限，上万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观光旅游局5月17到6月30，将伫和乐广场打造520爱情戏园池，装置超过10万粒的粉红泡泡，要陪伴市民甲游客做伙度过甜蜜的520。现场还有幸福扭蛋机，提供价值超过50万1600项的奖品。市府观光旅游局为行销520爱情的浪漫活动，9号下午伫安平的游艇酒店举办活动宣传记者会，将对5月17到6月30，伫和乐广场要来装置超过10万粒的粉红泡泡的爱情戏园池。伫行销的记者会中，有着市长黄伟哲、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甲观光产业代表，共同主持启动的仪式，场面热烈。请启动！哇，爱情许愿池。在这次的情人节，我们有个新的发想，就是在我们的和乐广场举办爱情许愿池。有了这个台南的和乐广场爱情许愿池，你再也不必去罗马的布拉格广场去那边许愿了。所以说，在5月17号开始到6月底，那这个爱情许愿池就是不是那么漂亮的这个许愿池，你可以来这个用扭蛋机来扭蛋，来这个投一定的钱，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红球。红球之后里面都有每个红球里面都有爱心，那但是里面有部分的人有一些奖品，那总金额高达50万哦，那有1600个奖项，所以呢，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各位好朋友，你要带给你的伴侣惊喜吗？你要带给你的伴侣爱心吗？所以欢迎来到和乐广场。活动期间，现场除了布置10万粒的粉红泡泡的戏园池，提供民众甲着游客来翕相拍卡。另外，现场还阁设有幸福的扭蛋机，结合台南在地伴手礼，甲着旅宿观光业者提供的优惠券，总计奖项高达1600项，奖品价值超过50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瑞景艺术殿堂正式伫安平开幕，展出包括地叶、异形紫砂壶、缅甸翡翠甲虎皮等等，开创台湾艺术品市场全新高度。而且，阁设立全国上大虎皮艺术展览馆，透过镜头带您做伙来了解。
在热闹的舞狮当中，瑞景艺术珍藏馆剪彩开幕，集结创办人方景亮数十年来的珍藏艺术品拿出来做展示。地点就选在安平。从参观过程当中，了解到更多这些相关文物它背后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的内容，那也为整个安平地区的观光又带来一个新的亮点。展馆当中设有紫砂壶赏析、茶艺品鉴、翡翠文化导览等互动展区，呈现东方工艺与生活美学的融合。最特别的是琥珀艺术，文化价值不可估量。云南腾冲博物馆它珍藏的一个算珠链的一个部分哈，那光是这个手链本身的这个价值就500多万。琥珀是我这30年来最大的一个收藏，所以在我们2楼整个琥珀的这个展馆，也可以说是应该算全国最大的一个琥珀展馆。在紫灯的探照之下，纹路相当明显。琥珀也是宝石的一种，可以做成手串、佛珠或是招财保平安的物件、摆饰等等，这些都是精选来自缅甸的顶级琥珀。琥珀来讲，黄色的跟白色基本上都属于非常高阶的一个宝石哦。那其他的这个颜色，当然也不是说不好哦，只是说它的产量比较多，这个产量比较少。所以说物以稀为贵。琳琅满目的珍贵藏品，还附上价值证明书，白纸黑字挂保证，童叟无欺。方景亮不仅想吸引更多的收藏家，未来更想举办讲座、公益展览等等，推动中华艺术文化向现代生活延伸。记者周海棠的报道。新北市莺歌区的年度盛事创意画图比赛正式开始进行。今年以“动的美丽，因你而美”为主题，邀请大小朋友用画笔来画出生活当中甲运动相关的美好画面。而且参赛者无限制巨大的地点，各地都会当参加，总共分成6个组别来比赛。邀请民众造访莺歌，捕捉生活中的美。新北市莺歌区公所举办创意绘画比赛，今年的主题是“动的美丽，因你而美”，鼓励大家观察莺歌日常生活中与运动有关的美丽画面，像是球场上的奔跑、街头运动的风景，或是亲子健行、晨跑活动，都能成为创作的灵感。莺歌是个文化之都，也是个陶土的城市，它有很多的人文，还有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绘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莺歌，让莺歌的能见度能够提升。比赛对象不限莺歌在地居民，只要作品描绘的主题与莺歌相关，都能参加。而组别共分成6组，从幼儿园组到社会组都有。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按照组别参加，共同参与这项年度盛事。这次的活动即日起到6月2号为止。我们怎么会想要办这样的展览活动？主要想要为莺歌地区带来什么样的能量？莺歌是个文化之都，也是个陶土的城市，它有很多的人文，还有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绘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莺歌，让莺歌的能见度能够提升。那这次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刚刚有听到，好像有比较特别的奖项，就是我们要怎么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比赛？我们这次除了有奖状、奖品以外，另外有加码的礼券，可以给得奖的大朋友、小朋友。征件时间即日起到6月2号，民众创作完后，可以将作品送到莺歌区公所民政课，经专业的评审团队评选，不仅可以获得奖状、奖品与现金礼券，还有机会在区公所及艺文空间公开展出，让更多人看见莺歌之美。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把生活中所观察到的运动美丽画出来。得奖的大朋友、小朋友，除了有奖品以外，还有加码的礼券可以带回家哦，赶快来领取图画纸。感谢你收看5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
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年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你没有办法完全服用。